因为今仔日是世界无机日，针对高雄节文认为轻轨、轻轨是外来词，所以日本坚持要用华语读，无要改。这个争议，母语团体早起有开记者会，因是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拢爱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语言主权、语言主体的精神，无应该继续独尊华语。咱来去看记者会上新的现场。世界无语日要求国家语言平等，肯定高级改进提升，这份新词讲台语。好，多谢大家。要求政府啦，应该爱不管是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政府，应该拢爱去清查这个有关这个大众交通工具运输的这个广播放送这方面名词对台语来讲，就是咱的台语的主体性，就是所有的这个路名站名应该爱以台语名词名称来报送而且爱在地。阮登去高雄，带囡仔坐轻铁去算嘛。一开始我嘛毋知影轻铁合作安尼讲，所以我嘛讲，咱等一下要坐迄个路宁迄轻轨，所以就是会想讲，若是政府会当照顾到所有会当用台语过生活即个族群，咱就会当甲囡仔讲，其实一个语言会当对即个时代行，会当吸收新的物件入来，用台语做表达，不管是用安怎的方法去号名，这拢是一个最好的示范。今仔日是世界母语日，母语团体有开记者会，伊嘛提出具体诉求，要求政府爱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伫大众运输的广播包含新词，拢爱用全台语来放送，嘛要求爱落实正确的台语发音。中央和地方政府拢爱提升对台语的观念和态度，无应该继续独尊华语。这是记者会上新的现场。